當時我係記得我係上年嘅時候，因為個皮膚咧我係濕疹好嚴重㗎，咁啊爛晒面啦，跟住紅晒啦，其實係根本連出街我都覺得好辛苦。咁啱見到即係院長，即係佢嚟香港，用咁簡單嘅方法，我就可以睇到我自己個問題啊！咁我好好奇，因為我好想知道我點樣可以好翻啊！咁咪即管試下咯。上嚟試下。係啦。咁上咗嚟，當時佢睇到啲咩咧？當時啊，其實當時我首先我俾佢睇就係我自己先嘅。咁我從我自己幅相，佢話俾我知我個皮膚上面，因為我係紅得好犀利嘅濕疹，咁佢同我講係有關於祖先嘅嘢咯。咁就話我即係可能之前嘅祖先嗰個即係安葬嘅時候咧，葬得唔好，咁個儀式有即係令到佢哋唔能夠即係超度啊咁，所以就即係影響到我而家個皮膚都會好似火燒咁樣咯。佢又即係知道我係都幾信下佛，同埋同呢啲都有緣分嘅，咁然後就覺得啊，即係自己都有聽過，其實可能關於祖先都有事啊嘛，咁咪所以就揾咗阿院長去即係幫我祈禱。佢幫你祈禱之後，咁你而家嘅生活？哇！而家皮膚爭好遠，咁就當時佢祈禱院長都係用咗即係都幾個月嘅時間，即係叫我自己觀察翻。咁然後當中其實自己都有再用好多方法去搞我自己嘅濕疹。咁但係我覺得即係都有一大部分嘅原因就係即係我覺得我祖先嗰邊搞掂咗，咁我自己皮膚呢度都慢慢會好啦，咁有個信心。咁到咗依家，其實我濕疹係完全冇事，甚至係唔需要好似以前咁用藥咯。